有的观点也不一定完全都正确呢，要小心就是这样。可以参考那个干净世界，干净世界叫做张什么教授的，张什么教授讲意思，就是不能只听片面之词，所知有限呐，限于某一个角度啊。网络搜寻干净世界，张教授在讲，文章的张嘛，张教授在讲解历史。